學健身嘅健將，大家好啊！準備好未？大家介紹一下，其實我哋 Audacity 係啲咩品牌啦？我哋唔單止係一個品牌，我哋係一個態度，個態度係個敢字。恭喜大家，你哋喺呢度勇敢去挑戰，勇敢去嘗試，無論成功與否，已經踏出咗第一步，值得俾自己一個掌聲。咁點解要個敢字呢？因為我認為敢其實係成功嘅必要條件。咁喺人少嘅時候自己去加操，咁喺受傷之後重新再嚟過，咁喺喘晒氣嘅時候講一句我仲可以做到。咁決心紀律同一次又一次嘅失敗，都仲大膽追隨緊自己嘅目標。今日我哋喺度比嘅唔單止淨係次數同埋分數，係背後嗰啲冇人見到嘅時候。喺香港好多人收工之後仲要加操，明知肌肉會酸痛，但係亦都想再試一次嘅決心。Audacity 想做嘅就係建立一個更光嘅舞台，將呢份火照到更遠。我哋相信香港嘅運動員應該要俾人見到，你嘅故事其實可能會令下一個人相信，其實我都可能做到。所以我哋會繼續舉辦唔同嘅賽事，拍攝唔同嘅故事，創造曝光，連結品牌、社區同每一位肯搏嘅你，為大家帶嚟更實際嘅資源同埋機會。咁夢想唔淨係發光，仲可以發亮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將第一個環節交俾男子 X Block 比賽，加油！